各位朋友，我係陳雲。你唔賣稀土磁鐵俾我，我就唔賣粵丸俾你。而家就係中美關稅戰嗰種僵着嘅狀態啊！大家都唔知點算。之前就喺日內瓦嗰度係傾好咗，大家各減關稅115%嘅，跟住咧就恢復稀土磁鐵嘅供應俾美國。但係個協議宣佈咗之後咧，中國就對歐洲嗰邊係解除咗稀土磁鐵嘅供應，但係對美國咧就遲遲都唔放行，搞到美國好多汽車廠啊、家庭電器廠啊或者飛機廠咧都係冇零件供應，搞到要停產咁滯嘅。中國就掌握咗稀土嘅供應，呢個大家知啦。稀土磁鐵嘅供應咧，中國都係掌握咗嘅，係佔全世界產量嘅90%。稀土磁鐵係乜咧？其實就係用稀土做嘅磁鐵，佢嘅磁場係比較勁嘅。我哋知道好多摩打入邊都有磁鐵噶嘛，啲變壓器啊、車頭燈啊、電機啊，或者攝影鏡頭咧入邊都要有磁鐵。即係總之係由電轉做動力嘅。轉動嘅就需要有磁鐵，咁依家大部分都係用呢個稀土磁鐵㗎啦，因為佢嘅磁場係強同埋穩定。中國係唔再供應稀土磁鐵俾美國咧，係令到特朗普係跳起嚟嘅，係鬧中國咧係違反呢個承諾。咁當然中國嗰頭就話根本冇承諾到啦嚇。依家根據外國媒體嘅報導咧，中國嘅稀土磁鐵出口甚至會安裝跟蹤系統，係令到佢係賣咗去邊個嗰度咧，都會跟蹤到嘅。即係話咧，如果美國嘅廠想喺其他地方買中國嘅稀土磁鐵咧，都會俾中方嚟發現，從而係禁止嘅。美國回應中方嘅做法，就唯有係斷供啦。咁斷供乜嘢咧？就係斷供乙烷啊，英文係 ethane， 方程式係 C2H6。佢係能源提煉嘅副產品嚟，美國係出口最多嘅，係佔全世界65% 嘅產量，而其中咧一半係賣去中國，係俾中國嘅石化工廠係揾嚟做塑膠啊、塑化劑啊嗰啲嘅。依家幾個美國大嘅能源公司都證實咗，美國係中斷咗乙烷對中國嘅供應，意圖係令到中國嘅石化工廠係停產嘅。一方面咧就中國唔供應稀土磁鐵俾美國，另外一方面美國就唔供應乙烷俾中國，呢個就唔係鬥氣啊！呢個咧就係向對方攤牌，即係話如果你停止供應一啲關鍵物資或者原料零件之類俾美國咧，美國就會做出報復性嘅斷供，呢個就叫做貿易戰。表面上美國係話會用關稅嚟到係平抑呢個貿易嘅逆差。但實際上佢嘅內容咧係要做到以美國為主，以美國利益排喺第一位嘅全球化，即係話美式嘅全球化。而中國由於嗰個工業能力已經係變成係相當強，係擁有聯合國入邊講嘅工業類別咧，係所有嘅工業中國都有嘅，即係話中國係全工業產業鏈嘅國家嚟。美國面對中國嘅崛起咧，就只能夠係急起直追啊！直追唔得嘅時候就要打壓。咁呢個就係特朗普嘅行事方針。所以當中國唔供應稀土磁鐵俾特朗普嘅時候，特朗普就稱呼習近平主席咧做 Party Chairman Xi 啊，即係共產黨主席。但當中國係冇乜聲氣回應，死氣沉沉嘅時候咧，特朗普就話 President Xi 係我嘅好朋友啊，又恢復翻習總統嘅稱呼啦。之前5月尾嗰陣咧，美國嘅國防部長啊 Pete Hegseth 克格塞咧就喺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嘅國際會議，喺嗰度咧佢就打出台灣牌，就話如果係中共攻擊台灣咧，美國唔會坐視不理。期間咧，美國國防部長係2次係用 Communist China， 即係共產中國嚟稱呼中國嘅，係恢復翻以前冷戰嗰種語言。中國初初面對美國嗰種關稅咧，就諗住用拖嘅方法啊，同埋用斷供一啲戰略物資咧，係令到美國係低頭。
咁拖咧係拖出少少成果嚟嘅，就係美國有一啲州同埋一啲個別嘅人咧，就向法庭係控訴，話特朗普咁樣做咧係違反法律嘅，總統冇咁嘅權力去忽然間將個關稅提得咁高。咁嗰個法庭就係國際貿易法庭喺美國嘅，特朗普就向聯邦法庭係上訴，結果就將呢個國際貿易法庭嘅裁決咧就擱置咗落嚟，就有啲時間係可以繼續係實施關稅。當然美國仲有其他嘅方法嚟到係提升關稅嘅，譬如正常嘅301條款啦，調查某一啲項目或者產品入邊會唔會違反公平競爭，於是可以徵稅。232條款咧就規定一啲對國家安全有啲威脅嘅嘢，譬如鋼鐵啊、鋁啊嗰啲，汽車嗰啲咧就可以徵收7.6% 嘅關稅嘅。122條款咧就規定總統可以喺150日入邊係徵收最高15% 嘅關稅，加埋咧，其實特朗普都可以係徵收40到50% 嘅外國關稅嘅。所以中國想拖到係美國有啲司法覆核啊之類係阻住特朗普咧，呢個做法又係失敗咗啦。目前特朗普最驚嘅係乜咧？最驚嘅係唔知邊個話事，所以佢嚇到係夜晚係瞓唔着，就喺 Truth Social 嗰度係發咗篇文，就話要同習主席見面或者係傾電話。咁終於咧就係收到習主席嘅回電，大家傾咗個半鐘頭，話互相邀請對方去做國事訪問，到時會唔會有啲乜咧？又唔知道啊。因為習主席咧係唔中意由元首出面去傾呢啲關稅嘅問題，係中意係由貿易代表、商業部長之類去傾嘅。但係特朗普咧就中意自己係同元首傾，親自做好個 deal，故此兩邊咧就有啲麻煩嘅。當然習主席嗰邊嘅做法咧就係正常嘅做法，係有個迴旋嘅餘地。萬一個貿易代表傾錯咗，或者傾咗啲唔好嘅條件翻嚟，都可以話唔係自己傾嘅，可以從長計議再修正過。如果係元首開口係參與傾咧，就冇得救㗎啦，就一定要實踐同埋執行嘅。特朗普之所以咁急於要同習主席嘅傾電話咧，就因為外界係瘋傳習主席唔知做乜咧，有成14日咧都冇浮出去媒體嗰度，唔知佢係去咗邊。咁結果喺6月4號咧，白羅斯或者白俄羅斯嘅總統盧卡申科咧就親自去咗中國嗰頭，就拜會習主席。不過今次咧就唔係國事訪問，而係家庭式聚會，就喺中南海喺習主席嘅辦公室隔離到啦嚇，好近嘅地方咧就係做一個親切嘅會談。呢個新聞報咗出嚟之後咧，特朗普就放心啦，終於隔住個鏡頭咧就見到習主席啊，見到佢嘅 nice friend， 又可以開心一回啦。咁喺美國嗰頭咧就上演緊一出大龍鳳嘅，就係之前喺 Elon Musk 咧就慳咗好多聯邦政府嘅錢啊，又裁員啊，又 cut budget 啊，成個教育部都鏟咗啊咁。但係慳翻啲錢咧，就俾特朗普嗰個聯邦預算咧就係幾乎係揈走晒啦啊！跟住啊 Elon Musk 就大發脾氣。之後啊，特朗普就話：你啲電動車以為好矜貴咩啊？其實係啲稅務優惠整到有人買啫。如果取消咗啊，揾鬼買之類啊。咁結果搞到 Tesla 股價跌咗，跟住 Elon Musk 大發脾氣，又話特朗普係曾經喺葉斯坦即係 Epstein 嗰個名單度出現啊之類嚇。咁呢個其實以前特朗普解釋過㗎啦，只係朋友式嘅見面啫，喺啲 social 嘅場合。成個過程啊鬧到沸沸騰騰啊！但係當然係一場大龍鳳嚟，因為中國嗰頭又唔知發生咩事，美國嗰頭就有禁運乙烷去中國啊，中國又禁運稀土磁鐵俾美國，咁嘅局面咧就最好上演一場係滑稽戲嚟到調劑一下，所以就要勞動呢個 Elon Musk 老友咧喺狂飆啦啊，大發脾氣同特朗普吵一陣。咁一日之後 ，Political 雜誌訪問特朗普對呢件事有乜？咁佢又話同阿 Elon Musk friend 翻啦，冇事咯咁啊。始終咧就係喺無事可做同埋喺雙方僵着狀態嘅時候咧，特朗普始終都有辦法係令大家鬆一口氣啊，提供娛樂。呢個就係我經常講嘅政治娛樂化。呢個就係我經常講嘅政治娛樂化啦。